管是叨一款粿，拢有伊特殊的意义，嘛代表一项文化的传承。因为粿爱用真侪时间来制作，所以伫咧古早时阵，这毋是逐工拢会当食到的食物。嘛因为伊真了工，所以为着表示对神明、对先民的诚心诚意，粿只有伫咧过年过节的时阵才会做。找出台湾好滋味，即摆就对为着拜拜才会做的红菇粿开始。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